听嘅这是的大家好，天天讲做，我在你这个吧，冲突写的这个人。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第29课会议。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要参加一些会议。如果您是一位援藏干部，就更有必要去了解一下有关于会议方面的常用的藏语口语是如何表达的。那么今天我和边巴老师给大家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有关于会议方面的句子。说起开会，我们经常所说的一句话是今天我们要开会，这个用藏语应该怎么表达？天天讲做，冲突错个人。今天我们要开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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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会很重要，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冲突天，大家开清不是？这个会很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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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会很重要，全体职工都要参加。那么，全体职工都要来，这个用藏语怎么说？来说唱吗？杨国是，全体职工都要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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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这次会议的主持人是局长，那么会议的主持人是局长，这个用藏语怎么讲呢？冲突做干部呢？局长那是，会议主持人是局长。冲突做干部呢？局长那是，会议主持人是局长。冲突做干部呢？局长那是，会议主持人是局长。我们知道了会议的主持人是局长，我们还想知道有谁来做报告？会上有谁来做报告？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冲突头是念着那个者，会上有谁来做报告？冲突头是念着那个谁？会上有谁来做报告？冲突头是念着那个谁？会上有谁来做报告？冲突头是念着那个人，会上有谁来做报告？会上刘书记要传达区党委会议的精神，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冲突头书记刘来给将本委的冲突认同局长那个谁？会上刘书记要传达区党委会议精神。冲突头书记刘来给将党委的冲突认同局长那个谁？会上由刘书记传达区党委会议的精神。冲突头书记刘来给将党委的冲突认同局长那个谁？会上刘书记要传达区党委会议精神。听说还要进一步学习3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那么进一步学习3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个用藏语怎么说？空康短半记春气松气开切广吧落中结果实验。进一步学习3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空间短半记春季松气开机广东落中结果实要进一步学习3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空间短半记
春季松起，开机广播录中书写，要进一步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会议现在正式开始了。那么，同志们，现在开会，这个用藏语怎么说？罗顿错，谈的冲突，告诉赢。同志们，现在要开会。路顿错，他的冲突，告诉赢。同志们，现在开会。路顿错，他的冲突，告诉赢。同志们，现在开会。听说大会第一项是次任书记要给大家讲话，那么请次任书记给大家讲话，用藏语应该怎么说？书记，次任来给松懈能有，请次任书记给大家讲话。书记，次任来给，听见了，松懈能有，请次任书记给大家讲话。书记，次任来给，松懈能有，请次任书记给大家讲话。书记，次任来给松懈能有，请次任书记给大家讲话。那么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这个用藏语怎么说？提冲突，大家就结束。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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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学习了有关于会议的一些常用的句子。根据课文内容，下面我们来重点学习三个比较重要的句型。下面我们要对重点句型进行替换练习。第一种句型是：今天我们开什么什么样的会议？用藏语说应该是提林俺做肯这个冲突错个些。比如，今天我们要开乡党委会议。提林俺错乡党委的冲突错些。今天我们开乡党委会议。提林俺错乡党委的冲突错个些。今天我们开乡党委会议。今天我们开县人大常委会议。提林俺错总密码推做军烈的冲突错个些。今天我们开县人大常委会议。提林俺错总密码推做军烈的冲突错个些。今天我们开县人大常委会议。今天我们开局机关工作会议。提林俺错据列管的列段冲突错个些。今天我们开局机关工作会议。提林俺错据列管的列段冲突错个些。今天我们开局机关工作会议。今天我们开业务研讨会议。提林俺错建立的新旧塔程度冲突错个些。今天我们开业务研讨会议。提林俺错建立的新旧塔程度的冲突错个些。今天我们开业务研讨会议。下面我们要学习第二种句型。第二种句型是刘书记传达什么什么样的精神？书记刘来去卡里广东举债那个些。比如，刘书记传达16大精神。书记刘来给促进居住别广东举债那个些。刘书记传达16大精神。书记刘来给促进居住别广东举债那个些。
刘书记传达16大精神。刘书记传达全国人大会议精神。书记刘拉给沿用密码推送给广东局长那个是刘书记传达全国人大会议精神。书记刘拉给沿用密码推送给广东局长那个是刘书记传达全国人大会议精神。刘书记传达自治区财政工作会议精神。书记刘拉给沿用将努力来推从的广东局长那个是刘书记传达自治区财政工作会议精神。书记刘拉给沿用将努力来推从的广东局长那个是刘书记传达自治区财政工作会议精神。刘书记传达专区教育会议精神。书记刘拉给专区落实从对广东局长那个是刘书记传达专区教育会议精神。书记刘拉给专区落实从对广东局长那个是刘书记传达专区教育会议精神。下面我们来学习第3种句型。第3种句型是要深入学习什么什么什么，卡里卡里，丁色落种结果。例如，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行路落种丁色结果是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行路落种丁色结果是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广播落种丁色结果是要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广播落种丁色结果是要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的日北雄路落种丁色结果是要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的日北雄路落种丁色结果是要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要深入学习3个代表重要思想。春节送给广播节前落种丁色结果是要深入学习3个代表重要思想。春节送给广播节前落种丁色结果是要深入学习3个代表重要思想。前面我们学习了3种比较重要的句型，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如何运用的。马上了。开朗个从头做个颜色，打动了呢。那时候王书记啦，从头开腿做那个。帮着车子什么的，超纲顺便能赢。那时候成都车子开着南国这边。先把政治结果也明读，全国叫他们个下就能这个。那是因为俺大都当俺这个赢。前面我们在学习课文和情景对话当中遇到了很多生词，下面我们来重点学习这些词汇。尼尔古巴第29。尼尔古巴第29。开前部重要。开前部重要。来说职工。来说职工。作用吧主持人。
做广播，主持人。研究呢做报告，研究呢做报告。书记刘啦，刘书记。书记刘啦，刘书记。举站呢传达，举站呢传达。总单位，区党委。总单位，区党委。共同精神，共同精神。恐卡短步，进一步。恐卡短步，进一步。春节送3个代表，春节送3个代表。广播思想，广播思想。铁卡拉到此，铁卡拉到此。就职结束，就职结束。乡单位，乡党委。乡单位，乡党委。密码推错决裂，人大常委。密码推错决裂，人大常委。局局建立业务，建立业务。심주타取得研讨，심주타取得研讨。促进居住吧16大，促进居住吧16大。沿用密码推密错，全国人大。沿用密码推密错，全国人大。NORC 财政， NORC 财政。专区专区。LOPSO 教育， LOPSO 教育。马克思列宁人路马列主义，马克思列宁人路马列主义。毛泽东广播，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广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体日别雄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体日别雄路，邓小平理论。巴桑达东通知，达东通知。错开会议室，错开会议室。洽谈湖暖瓶，洽谈湖暖瓶。秋葵了开水，秋葵开水。改善格桑，改善格桑。扎因为扎因为。拉破工资，拉破工资。一切文件，一切文件。8增加，增加。灭对考火费，灭对考火费。当上好消息，当上好消息。图库鲁囊关怀，图库鲁囊关怀。前面我们学习了有关会议方面的一些常用的句子词汇，我们还进行了情景练习。那么如果您有机会在西藏参加一次会议，您能听懂其中的大概意思吗？好，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学点结果。下堂课见。